来继续高雄的消息，有一个网红来指控，讲伊骗见钱，有人捡到摕去派出所，伊要甲钱领回去，但是警员竟然爱伊甲纸票面顶的流水号背出来才会当领，互伊拢讲去。高雄高山分局调查结果认为，警员的应对确实有违失，除了行政处分，嘛加强教育。1、2、3。拍影片替阿美活动宣传，网红3年的面册追踪的人有超过5万，是讲9月份发生这件代志，回挡袂牢，写文章分享。3年讲伊当时无设置碰见皮囊，打电话问派出所，警方就开始甲考试，讲内底现金有偌济，伫倒位碰见去的。皮囊是啥物色的？伊拢总有讲出来，抑过说来原言却讲，这无法度证明讲这个皮囊是你的，因为无法度调监视器，且提供这个现金的流水编号。若要食，无法度互你领回去，回阵的硬去。伊讲伊无背，伊希望讲这款离境代志，伊是全台湾头一个。我真的还找出一堆流水编号去跟他对，会想说可能以后还是拍一下流水编号好了。这个太夸张了啦，不应该是这样子，蛮奇怪的。又没有人闲到会去抄那个流水号出来。3年当时是替高雄市的交通局拍宣传底片，想要到要转去的时，将通告费碰进去。加在热心的乡亲捡到交派出所，抑过失主已经真着急啊，却被要求讲要背钱的号码，警方冇回应。做法确实不甚妥适，与民众应对上仍有精进空间。原警真认真，唔敢凊彩就将人碰进去的钱交予这个网红，避免讲互人偷领去。是讲警方嘛表示讲，这个原警应对上确实有违信，将会加强教育，并且加行政处分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